们先来练习今天的圣诗。那请大家翻开新圣诗，第一首是新圣诗222首。我们来唱第1跟第2节。第2首新圣诗591首，那一样来唱第1和第2节。第3首新圣诗635首，我们来唱一遍。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预备心，来敬拜赞美神。弟兄姐妹平安，平安。信靠耶稣真是非常甜蜜的事情。这时邀请大家从座位上起立，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荣耀的主。耶稣真正的你，只有信靠主的话，只有定伫主的应许，信靠主福气无限。耶稣真正可靠，最主已经证明。耶稣宝贝耶稣，我信心那坚定。信靠耶稣真正的你，只有信靠主的话，只有定伫主的应许，信靠主福气无限。耶稣真正可靠，最主已经证明。耶稣宝贝耶稣，我信心那坚定。信靠耶稣真正的你，只有信靠主的话，只有定伫主的应许，信靠主福气无限。耶稣真正可靠，最主已经证明。耶稣
耶稣，宝贵耶稣，我心是那坚定，信靠耶稣真正的你，只有信靠主的话，只有定义主的应允，信靠主我去无限，耶稣耶稣真正可靠，最主已经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我心是那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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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可靠，最主已经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我心是那坚定。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星星我怀你，听他星星我怀你，因你是会无依的我，大我把黑一切的就算，尊下去是切切。星星，看看星星，看看星星，欢迎你来，听他星星，我欢迎你，听他星星，我欢迎你，我你。是你家族，你只家里，我属他，我对你错，看看星星，看看星星，看看星星，欢迎你来，听他星星。星星，我欢迎你，我的心的你是黑，只我心主心转，听他我的，我好，我转我不留，看他星星。星星，看看星星，欢迎你来。我的心给你是黑，比我心主心转，听看我的，我好，我转我不留。看看星星，看看星星，看看星星，欢迎你来。看看星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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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来。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荣耀的主。哈利路亚！感谢主。主耶稣为了我们流血牺牲，他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感谢主，无论是困苦或是患难，我们都不会与神的爱隔绝。美的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房
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美的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房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何等长阔，何等高深，天离地多高，你爱多浩大，无法测透，永远无尽头。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何等长阔，何等长阔，何等高深，天离地多高，你爱多浩大，无法测透，永远无尽头。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无论是生命或死亡，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感谢主，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与神的爱隔绝。让我们一起低头来向主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如此的深爱着我们，赐下丰盛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求你祝福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在家庭、工作、学业、健康各方面，都能经历你的同在与带领。忧伤的得着安慰，软弱的得着扶持，病痛的得着医治，并有你赐下的智慧与力量，面对每天的挑战。主啊，也求你祝福教会的各项事工，赐福牧者、长职、同工以及所有的会友，在福祉中有从你而来的能力与喜乐，并帮助我们也能在生活中活出信仰，见证你的荣耀。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么再次将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
因为恁对恩典得到救，是对神，也毋是对恁本身是上帝所赏赐。亲爱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即时来用诗篇90篇来学乐咱的天父上帝，请起立来吟全首新圣诗222首，222首，上帝最阮代代帮赞。上帝最阮代代帮赞，也最将来恩望。不管山比大英宏大，应定安稳所在。全灵不在伊望的面，先都听起安心。上帝相求高调堂堂，对万物当保护。千山要被追溯以前，世界要被显现。你对眼望就是上帝，不当不变不退。为你来挂心人间的，亲手给了亲密。我是自己心在今天，今晚日不住的。当应得了亲手大罪，至今何以牢记？公平富贵万千平方，实在拢是刚刚。上帝最阮代代帮赞，也最将来恩望。不留但不留你将光，最怕因我能请坐，请咱同心三甲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独一真的天父上帝，你也是真国我的主。伫你所定着的圣日，阮伫你的施恩宝座前守安息日，吟诗感谢学了你。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丰盛的恩典甲慈爱，感谢天父上帝，你伫逐世代成做阮徛起的所在，伫正山还未施出，地甲世界还未形成，对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感谢天父上帝，成做阮代代的帮赞，佮成做阮将来的愿望。阮感谢你无煞，叫你照着你丰盛的慈爱来怜悯赦免阮的过犯，赦免阮的软弱，因为阮只是土所做卑微的器具，也叫你坚固阮的信仰，坚固阮的信心，互阮无论拄着啥物艰难困苦，无论拄着啥物大风大影，或者是大试炼，互阮会当专心来信靠主你，来专心来呼求主你，因为你就是阮上大的倚靠。天父上帝，伫即个多变的世代，恳求你来帮助阮会当脱离逐样的试探，逐样的迷惑，想使互阮有聪明的灵、智慧的灵，以及倚靠耶和华的灵伫阮的心上。来恳求主你来特别来施恩赐福伫罗州教会，施恩赐福伫众兄弟姊妹。伫阮罗州教会
将近153周年，恳求主你来兴起阮的泸州教会，阮教会也为着设教153周年的将来举行报道会、培灵会以及音乐会，恳求主你来亲自保守帮赞，和培灵会以及音乐会拢会当圆满顺利会当互泸州教会充满上帝你的荣耀，也会当互众兄弟姊妹会当得到你的听以及平安喜乐的充满。主，恳求主你甲阮同在，恳求主让我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恳求主你来帮助，因为主你是教会的头，恳求主你亲自来掌权，求主来高抹我们的东训牧师正道，帮助我们整个礼拜流程都可以圆满顺利，也恳求主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们都可以同心合一，谦卑顺服主你的带领，来遵从主你的教训，让我们所行所做都可以合主你的旨意。我们这样子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天堂显现，与你同眠，感动光的万载，赞万天亮，你的国度，可天地将光，有星星。这是请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63，启应文63。第四篇后面1115页，我来启，请兄弟姊妹来引。神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对神，咱知宇宙是上帝的话创造的。对神，阿伯比该阮献较好的祭物予上帝。虽然阿伯已经死，对神伊落无经验死，受牵线去上帝遐。伊落受牵线以前，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对神若也对未看到的事有听上帝的警告。对即个神以定世间人的罪。对神阿伯拉罕受吊起，得要承受做产业的地的时，遮个人通过因的信，拢得到上帝认定接纳。伊的旨意是爱遮个人甲咱有份伫即个安排。阿免。
就是咱请献歌队来献诗。今仔日献歌队要献的诗是新圣诗563首，美妙音乐，互上帝的荣耀。回想恶魔攻击真光迄暝，耶稣敢无带学生当吟诗，咱也着来称颂救主得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这是请咱来恭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罗马人书，新约罗马人书第4章。来，歹势，咱先来读10条解，10条解，请大家起立来先读10条解。来，再来，第一解。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第二解，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第三解，毋通乱散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第四解，着记一安息日守伊做圣。第五解，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六解，毋通害死人。第七解，毋通行奸淫。第八解，毋通偷窃。第九解，毋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10解，毋通贪心，请坐。好，来，这是咱要来恭读上帝的话。咱请来看新约罗马人书，新约罗马人书第4章。今仔日要对第13节看到上落尾25节。第13节，我来读，请大家来看。因为所应允亚伯拉罕甲伊个互会做互所承接世间的，毋是对律法，是对信的义。因为若上律法会做互
的护士，神就跪伫空空，应允也会无。因为律法是对到上去，若无律法就无犯着，所以是对神通照恩典好，应允经过伫正好的，毋那伫迄个属律法的，也伫属阿伯拉罕的神的第17节。伊伫伊所信的上帝的面前做咱正人的爸，就是迄个互死个活、死人个活，叫遐个无的，若亲像有的上帝。照所记载讲，我设立你做邦国的爸，伊伫无通仰望的中间，对仰望来信，互伊通正做邦国的爸。照所捌讲的。你会互的要亲像安尼，伊想着家己的身躯，亲像已经死，迄时正饱岁，搁撒拉的胎因已经绝，伊的心无软正。20节，伊看上帝的应允，也无对毋信来犹疑，信就拿勇行来归因跟上帝。搁深信上帝话正伊所应允的，所以甲伊算做义。当所讲甲伊算，即句毋是简单为着伊来写，也是为着咱。咱若信靠迄个互咱的主耶稣，对死人中搁活的上帝，也要甲咱算做义。耶稣捌为着咱的罪受过送，搁为着咱会称做义来得到搁活。以上。这是咱敬听的董旭牧师来正道，今仔董旭牧师要正道的题目是为咱宣告义人，为咱宣告义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献上感谢甲懊恼，拄伫你的面前，阮用诗歌、用音乐来懊恼你，来感谢你。检采阮喙所出的旋律，甲阮所唱的，有的时阵阮心内淡淡，感觉甲正人唱的无啥共，总是主，你互阮用心灵甲诚实来徛在伫主你的面前，因为当阮愿意开喙唱心合来到伫主你的面前的时，主你要搁一摆感达阮的敬拜。亲爱的天父，当阮徛在勇敢伫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放胆来对主你求讨，求主你施恩典伫主你所设立路州教会，因为主你看过，互阮无论好天落雨，无论气候环境的变化，阮犹原牵条即个信仰，伫主你的真理内底来活。同时主，阮要搁一摆恳求主你，对主你属灵的眷顾，互阮四周围阮的厝边隔壁，互阮伫泸州这属灵的大社区的环境，拢会当对主你来更新变换，因为主你有大开咱。互阮虽然正做基督徒，总是主你互阮所担的重担，是阮教也通担。主的恩典，教也愿用。亲爱的天父，阮也献开上帝你所赐活命的话，主你的话正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阮专心致意伫主你的话，正做阮性命的准证。恳求上帝你，互阮讲的甲听的，平平得到祝福。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我细汉的时阵吼，伫主日学有机会，甲北京教会的小朋友吼，学一首台语的诗，
国语的诗歌啦吼，华语的诗歌。伫长老教会可能即首诗歌无定定听到吼，但是后来吼，我伫青少年的时阵，也是类似去到伫迄个大迄种过暝的迄种救国团大哥的迄种咧大活动的时阵吼，即首诗歌嘛捌出现过。这个诗歌叫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吼，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的后裔非常多。你是他小孩，我也是，让我们赞美主。然后咧吼，咱去到救国团，还是去到外口，当然嘛要带动唱对无吼。所以就要请你将你的手安尼，正手倒手，正骹倒骹，啊，搁爱点头，啊，搁爱抬头，啊，搁转势，转圈，啊，搁坐落来，吼。总共安尼几个动作？正手倒手，正骹倒骹，定头、抬头、转圈、坐下、背嘛，对无？所以伊总共唱8届，你有要爱唱看卖啊无？哦，唱看卖啊！你等下就袂拄久啊吼，听讲道就袂拄久啊吼，徛起来，哦，我徛起来，搁坐落来，哦边仔的人已经坐好啊吼，节拍吼对袂着，真趣味的诗歌啦吼，真趣味的诗歌。你若有兴趣吼，等去厝诶当哪操练，啊认真吼，阮搁讲即段圣经的时阵吼，阮来跳看卖啊，哦，这首诗歌吼，亚伯拉罕的后裔吼，他的歌词就只有一句话吼，你是他小孩，我也是，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怎么样？那么多。遮尔多伊的后裔啊！阮伫即个台湾捌听到这首诗歌，啊，去原住民教会也唱过这个诗歌，甚至阮全家去到爱荷华、去到美国的时阵，共迄个旋律、英文的歌词共意思啦吼。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多的子子孙孙吼，遮尔多的后裔吼。可能阮每一个人拢是即个歌词的意思是安尼啦吼，但是今日咱看罗马书第4章13节，伊讲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伫希腊文原文的中间是单数，希腊文原文单数来形容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迄个时阵咧研究圣经的这学者就无了解啊，讲奇怪，亚伯拉罕像诗歌安尼唱吼。他的后裔那么多，那会敢若单数就是一个尔？这个现主时来讲吼，现主时来讲，咱讲以实玛利，也就是咱讲阿拉伯人吼。阿拉伯人其实回教圣人共同的祖先亚伯拉罕，咱知影亚伯拉罕的子孙是遮尔多，甚至对以撒传承到雅各，后来有12个支派。就是12个囝生拖出12个支派，所以每一个民族，这个继承的这个子孙当然嘛超过一个，那有可能是单数咧。当时咱若是对准针对这个圣经的重心，就是这本圣经内底，你若看上界要紧、上界重点的所在，看到福音书的记载，你真紧就会当找到答案。这个答案真清楚，会当了解讲，原来这个一脉相传吼，一条血脉，一个子孙，当迄个时代，敢若一个人的若定，迄个是发生伫什么时阵？耶稣基督，相当是会安尼。咱会记哩马太记载，讲耶稣共迄个时代，遐个查甫婴仔安那，拢去杀死。所以共迄个时代传承的后代。敢若剩耶稣基督，是安怎是耶稣？相当毋是其他的世代。如果为什么论到单一的血脉传承的继承人，只有耶稣？圣经在帮助咱了解保罗对伫这个后裔、这个后事所描写有2个条件。第一项当然这是单数，头拄仔我讲的吼，只有一个人。来继承亚伯拉罕后来的世代，
第二项就是即个护的，即个护士，伊要传承伫世界，但是大生的一个条件，就是爱因为信来称做义，毋是因为守律法。所以这对伫罗马伫初代的教会，保罗写批咧讨论解决即个教会中所发生即个争论的事有关系。因为咱知影罗马是一个外邦人足侪的城市，咱亲像即摆讲纽约是一个民族大熔炉吼，每一个民族拢有啦。所以当罗马的教会一个开始对伫遮犹太基督徒，然后甲外邦人同齐领受救恩，总是伫信仰的意义，因有设即个门槛吼。那亲像跨搬过了后，才会当成做真实的基督徒。这是犹太基督徒心内底安尼想。什么的门槛？什么款的门槛？一关一关哦，一关过了，搁一关。第四章一个开始咧讲，就是亚伯拉罕甲上帝立约，所以有割礼这个记号。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在身体上留下割礼的记号。也因为安尼，这就是亚伯拉罕称做义。咱讲这个是证据，这就是亚伯拉罕伫身躯顶这个记号，就是上帝称伊做义，敢毋是？但是当保罗引用创世纪15章第6节，亚伯拉罕信上帝，就安尼算做义的义。亚伯拉罕信上帝，就因此算他为义。那照安尼来讲，真正互亚伯拉罕称做义，互上帝接纳，毋是因为行割礼，也是还袂行割礼。上帝伫人的身上肉体所留落的记号，袂当成做上帝是毋是将这个人称义的标准。上帝甲人立约的记号，保罗伫这个所在一个意义写互咱知影，就算讲肉体已经行割礼啊，但是若是心内底无行割礼，这甲过去你得罪上帝迄个家己，无彻底甲切开，甲分开，那安尼也就是讲对罪无永远隔断，这就无法度达到上帝面前称义的标准。也就是因为安尼，犹太人当咧信耶稣基督进前，掠准家己会当伫上帝面前称做义，即个困难的所在，也就是当摩西迄个时阵对西奈山领受10条诫，咱头拄仔嘛有读，这10条诫，希伯来人颁布了后，经过旧约时代几千年的历史，伫律法，伫10条解说。成做妥拉，成做613条，也就是讲，律法比过去10条诫佫较侪，佫较全面伫生活中来遵守。当安尼完全遵守了后，才会当伫上帝面前称做义人。总是无论是10条诫，还是613条的律法，要完全遵守，其实拢是无可能。要完全能够靠自己遵守，不管是十诫或者是妥拉的613条律法，都是不可能的。就是因为安尼无可能，保罗写批互罗马教会讲，一个会堂的信徒会当成做基督徒，这个转变的关键，毋是甲伊讲你伫律法顶面发生什么破口，而是讲基督信仰。成做一个遵守无完全，伫迄个所在一直咧遵守，佮看到家己无完全，遵守了，佮看到家己无完全，那亲像一个无限的回圈。伫安尼咧转世过程中间，613条无可能完全遵守，但是上帝称人做义，上帝称人做义，可见毋是对伫律法，也就是安尼，咱看到即项事。上帝称义人，其实是一个恩典，也就是透过伫安尼的恩典，互咱知影，这毋是照着律法颁布才来确定。
总是到底要确定人伫上帝面前称做义，这个接纳的标准是甚物呢？所以保罗伫遮讲律法是互人当刑罚，互人受刑罚，也是惹去受气的。倒位无律法，倒位就无过犯。人所得到好处是在伫信，也照着安尼就属伫上帝的恩典，爱互迄个应允归乎一切受接纳的好的，毋是归伫迄个属伫律法的，也是归伫迄个咧学习亚伯拉罕安怎信靠主的，也照着安尼人称做义，毋是干那行割礼，毋是干那守律法。这个可能会安尼行，上帝会接纳以外，阁有一条道路，也就是信心。圣经在帮助咱知影讲，亚伯拉罕毋那是伫律法颁布以前，当迄个时阵无有律法，要安怎来遵守？所以无法度遵守律法。对伫亚伯拉罕的处境，当咱看到伫创世纪对亚伯拉罕的记载，几千年前犹太人的祖先，除了是伫摩西颁布律法，才会当对侪的行为来实现。但是咱看亚伯拉罕，伊毋是干那伫伊的行为那定，咱讲伊的行为敢有影伫上帝的面前是遮尔优秀，遮尔完美，遮尔无缺点、无瑕疵、无影。其实亚伯拉罕也过去伫伊咧漂流逐所在的时阵，上帝咧呼召伊，上帝拣选伊，但是当伊行到侪的所在，伊的行为无一定人拢看做是合宜的。伊去到伫埃及的所在，面对着伊的太太生做美貌，所以伊就欺骗法老，讲这是我的小妹。其实毋是欺骗，是讲一半的事实，因为实际对，这是伊的小妹，无毋对。拄着到伫后来菲利斯即个基拉尔的即个城市，阿比米勒即个国王，伊也相似，甲伊讲共款的话，这是我的小妹。这是为着甚物？为着避免家己杀身之祸啊！所以咱看到亚伯拉罕有的时阵展现伊的软弱。他并不是完美无缺，他也不是人人都称羡的成功。亚伯拉罕他也有他的缺点，但是在他的缺点当中，他愿意依靠神。当咱回到伫原文的内底，亚伯拉罕用什么款的方式伫上帝面前称做义？创世纪的记载，亚伯拉罕已经75岁。上帝伫创世纪12章呼召伊去到别所在，离开本族、本地、本家。这个毋是敢若搬厝那定呢？这个是规个家族、萝卜、牛羊甲财米，拢爱带咧行，行去佗？行去一个足清楚的土地。总是这个搬厝的行程，检视就是亚伯拉罕对上帝所讲即个信心，这中间咱看到伊的太太撒来对上帝的使者讲起将来应允，伫无通毋望的时阵，因为信还阁会当牵调的毋望，就是听到亚伯拉罕要成做侪邦国的老爸，也就亲像早前所讲，你的后裔。要成做安尼，所以当亚伯拉罕将近100岁的时阵，想到家己的身躯，那亲像已经死，撒来的生育也已经断绝，但是伊的信心无软弱。亚伯拉罕的信心伫正100岁的时阵，咱看到这个传奇啊。亚伯拉罕75岁受上帝呼召，经过25冬。伊伫外地安尼漂流，带伊的亲人、萝卜、牛羊去世界讨生活，中间经历过战争，暂时徛起的所在，迄个文化的冲击，伊伫遐求讨上帝，
伫上帝回应的祈祷中间咧谈判。你若看到创世纪19章，伊伫上帝面前甲上帝谈判讲，若是有5个异人，索多玛、蛾摩拉，上帝你莫甲走灭好无？你看到当伊面对着这种种的事，亚伯拉罕的关系无因为伊对环境的迄种烦恼惊吓，伊无因为讲伊用人的方式做决定了后，迄个决定做了毋对，直到影响着周围遮的人事物了后，伊就袂记咧祈祷上帝。亚伯拉罕他面对周围的担忧害怕，他用人的方式做决定，这个决定可能做错了，这个决定影响了周围的人事物，造成了影响，造成了不好的方面的走向，但是他没有忘记要祷告这位神，他没有忘记说要回过头来向上帝祈求。所以颠倒来讲，咱看到伊生命迄个软弱，当伊需要将以实玛利的某仔囝甲气杀，当伊面对亚比米勒这个王需要讲白贼，当伊面对法老需要保护家己来欺骗。咱看到信仰的人物，毋是一个完美无欠缺迄个人形立牌，迄是看到亲像真实你甲我共款。咱会对伫人生的中间会跋倒，会做毋对的决定，但是佫较要紧是，当咱做毋对决定，毋是干那跋倒，而且怨天怨地、怨天尤人，是伫遐，毋是干那指别人毋对，煞袂记你讲，家己应该爱佫较谦卑来到伫上帝的面前。对亚伯拉罕，伊伫信仰内底所传承即个见证。保罗引言，互罗马教会要知影讲，算伊做义即句话，毋是独为着亚伯拉罕来写，算伊做义也是将来来领受上帝的话，称呼咱即群人，称呼你我，也是伫上帝面前算做义人。亚伯拉罕受算做义。这个主导权是在伫上帝，上帝称亚伯拉罕做义人，这个算做义的这个意思，希腊文原文本地无有义这个字出现，这个英语的内底，伊咧写英文里面的翻译，较亲像 belong 归属伫什么内底 belong 这个字，这是一个归属感的意义。所以亚伯拉罕受算做义，咱应该会当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亚伯拉罕受归属伫上帝接纳的儿女内底。对安尼的了解，咱会当更较清楚。兄弟姊妹，当咱受洗礼归伫主的名，也就是受归属伫上帝的儿女的中间。保罗清楚来指出，亚伯拉罕受接纳伫即内底，毋是因为伊活到真老，活到100岁，还佫有生育，即个代志听起来敢若天方夜谭，听起来敢若无可能成做真的。但是伫上帝内底，凡事拢有可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耶稣也因为安尼，对迄个查某囝已经过身，对伫迄个管会堂的街路。也安尼甲伊激励讲，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当你我愿意相信的时阵，愿意相信什么？第25节，耶稣交互人，而且为着你我的过犯来割我。这是看做无可能的事，但是因为你甲我，咱会相信，所以上帝接纳。互咱成做伊属天的儿女，对安尼，咱会当看出圣经节的整理3个信仰的原则。第一，亚伯拉罕成做万万邦国的爸。今日圣经节13节到25节的记载中间，圣经节重复3届，
阿伯拉罕真侪国的碑的应允。17节到18节，保罗引用创世纪18章18节第章万国，要因为阿伯拉罕得到福气。这2摆的记载，就伫17节到18节。第3摆咧，第3摆征服阿伯拉罕要做万邦国的爸。征服这个代志伫头前，也就是伫13节的所在，伊讲上帝应允阿伯拉罕甲伊的后裔要承受世界。这个意义上，要承受世界，也就是阿伯拉罕的子孙遍满全地球逐个国家，成做领袖。上帝照着阿伯拉罕，要成做万邦国的爸。当时当咱看到遮尔关键的人物，互上帝的地上的工课，照着伊来成就。伫属灵的意义来看，咱看伫创世纪，看到上帝对阿伯拉罕的拣选，这是一件真要紧的事，也就是当阿伯拉罕专心咧听候上帝应允的实现。但是阿伯拉罕伊本身，其实伊的个性、身份地位，也是伫上帝面前受造，甲你我其实无啥物差别。所以保罗才会讲，阮会当甲伊共款，有将来会当受上帝算做伊即款的祝福。第2项，若是无律法，就倒位就无过犯。即句话听起来吼，倒位无律法，就倒位无过犯。听起来那亲像是一个无政府状态吼，无律法甲咱约束，甲咱管制互调。其实这毋是互人受限制，也毋是互人受拘束，颠倒是活伫一个遮盖，活伫一个保护伞的下骹。当时摩西伫西奈山顶领受10条诫的时阵，伊落山看到金牛角，看到车花宴乐的希伯来人，伊大受气，将即个10条诫的石板牵对迄个金牛角去，然后照着这愿意守律法的人来到伫上帝的面前。遐个得意要拜偶像、要过着车花犯罪生活的人吼，摩西将迄个烧羊的金牛角正做重水，叫遮个人啉落吼。这看起来那足残酷的吼，足惊吓的，很可怕的处罚吼。但是你若想讲，即阵人毋是照着人彼此安尼咧处罚，颠倒是照着亲像上帝对所多玛降火甲硫磺，互迄个城市毁灭。你若甲这比较起来，其实这已经真轻啊啦。罗马书第9章29节，亲像以赛亚先知前所讲，若毋是万军的主将咱存留咱的后代，咱早前就亲像所多玛、蛾摩拉迄个形。若无有特殊，若无有规则，即个社会、即个生活环境，咱讲，咱当然袂去定罪啊，无人定咱的罪啊。但是当安尼的时阵，无指出犯错的人，也甚至讲上帝袂对咱的心咧讲话。当安尼去互蒙蔽的一个生活，安尼一个那亲像活伫一个白贼的生活的内底，其实也像是伫罪恶的中间。这毋是上帝要起初创造这世间要紧的旨意。上帝的创造是要互咱活伫有特殊、有规律的一个社会、的一个世界。咱看即马亚洲过去拄着殖民，也因为安尼有足丰富资源的国家，因为当地有遮个军队、军阀占地为王，所以因用刀用枪伫遐残害当地遐个无辜的人民，本地就足弱势啊！即马照着遐个军队来甲因欺负，来抢因的物件，所以因也开始家己要走私，要买遐个枪，用枪自重哦。
开始成做一个恶势力，当对本地弱势遮的平民百姓哦，因开始用安尼来彼此威胁、彼此对抗。缅甸就是一个真明显的例啦。咱讲可能过去40-50年前，也是讲成100年前的台湾，迄个时阵，台湾还阁伫殖民的统治的下骹，嘛相像是安尼。但是当安尼的国家，咱讲感谢主，福音进来到伫台湾，同时福音也需要入到伫缅甸的所在，进入缅甸，进入那个更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所以回过头来看咱台湾，看咱的国家，看咱的土地，福音已经根基深入150冬以上啊。总是咱是毋是已经将迄个松土的准备拢准备好，还是讲咱已经有即个野种的工课？当安尼的时阵，咱讲教会检视伫遐注目咧看福音的工课，也是咱搁较亲像俱乐部，袂记咧当初时设立教会福音工课的要紧性，用上帝的拯救要来进入即个混沌黑暗的世界。第三项，为着你我来宣告成做义人。圣经16讲起，人成做好事是在伫信，也照着安尼就属伫上帝的恩典，爱互迄个将来的应允归伫一切的好的，毋那归伫迄个属伫律法的，也归伫迄个属伫亚伯拉罕效法亚伯拉罕的信靠的。咱观察亚伯拉罕一世人，伊75岁离开，到伫175岁，伊互上帝调去。这100冬的中间，伊一生用超过一半的年日，将伊家己下伫上帝的手。所以伊无论去到叨，伊的家庭成员去也是留伫，伊家己的终身大事。甚至伫伊140岁的时阵，会当见证伊的后生以撒的婚姻；伫160岁的时阵，伊会当看到上帝的祝福，互以撒2个双生仔的后生，伊家己的孙，伊家己阁会看到。创世纪25章，咱看到亚伯拉罕伊的人生舞台谢幕，最后的结局，伊甲伊的太太同齐埋葬伫麦比拉洞。上帝应允伊诚侪邦国的老爸，伊伫外地的时阵还未看到，但是以撒就是伊100岁所听候上帝应允，互伊得到的囝。了后经过60冬，看到这2个孙，上帝应允亚伯拉罕的祝福，一步一脚印，照着上帝所写的剧本，互义人来成就。所以亚伯拉罕伊互上帝接纳，伊的人生上时种种的困难，咱也拢看见。但是迄个超越想象的祝福，上时也临到伫伊的身上。求主帮助咱，互咱看，若亲像头前看无路的时阵，咱袂记得讲，咱会记得上帝对咱的宣告，接纳咱，接纳你我，成做义人。同心来祈祷，主管感谢你，赐福管是主你已经接纳认定，阮成做你的儿女。拢是主，阮搁较迫切恳求，是上帝你互主你所设立路州教会，成做传福音的教会，成做阮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会当彼此分享，搁较引带，搁较侪人来归向天父上帝，来呼叫阿爸爸，也就是属灵的老爸，来得到囝儿女侪侪。主恳求你，互阮伫徛起伫即个所在，也是放眼放胆去看到台湾传福音的脚者已经153冬，搁超过。但是主，阮所做的是甚物？阮所做的敢有抵伫主你传福音报好消息的时间？
恳求上帝用阮、垂听阮，互阮常常更新阮即种传福音的热诚甲活命。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多谢，请咱来念回应诗，回应诗591首，591首，请大家来起立，忠心正圣道信仰亲。用心去宣告，信仰亲对基督，信靠你的话，就得着我命路。若受你我，让我完全用光的，人家要的是错。勇敢不重大，我也会帮助你。我在你的主，也会帮助你。用我多困难，把稳定来看你。纯纯我相求，不弃你属乎你。虽然这最近，我听你让我听，忧伤那可爱，我惊也着真情。我必袂玻璃，不敢难变骄傲，连错都保护，我忧伤的快乐。拄着大试炼，就听讲我面亮，喜乐我稳定，一生到野营，归人归上你，是照我的旨意，亲像的红天，这条线无通知。我稳定，让心里的爱求，为了你面前，你为你我听受，我归随公平，你永远袂受害，我会保守你，对你到大失败。请坐，请咱备办先来奉献，请同工来执行。
请咱做阵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的金句就记载伫罗马书第4章24节。台语，请咱来读2遍，请。是为着咱若信靠迄个互咱的主耶稣对死人中搁活的上帝，也要甲咱算做义。搁一摆，是为着咱若信靠迄个互咱的主耶稣对死人中搁活的上帝，也要甲咱算做义。罗马书第4章24节。来，我来做教会消息的报告。咱稍等再来庆生哈。咱来看第2，每礼拜3暗时8点有祈祷会，邀请兄弟姊妹踊跃来出席。第3，6月21日是联合礼拜哦，联合礼拜9点，是为着咱罗州教会设教153周年纪念主日哈。咱有邀请国际传播协会台湾分会执行长钟信德牧师要来正道。所以6月21日，伫礼拜了后，提早用爱餐，11点就要使用爱餐，来重新来庆祝教会的生日。伫12点30分就要来这个社教主日培灵会，咱即个时间上要注意吼，牧师伫即当中要为着这建造教会、装备信仰的这个信息，请兄弟姊妹会当拨出时间来参加出席。第4，庆祝本会设到153周年，咱拢知影咱的牧师娘，真优秀，吕美博士毕业吼，咱拢知。林佳伊嘛大学毕业，搁有即个俊如，即个咱捌看过，咱捌看来伫咱罗州教会捌服侍过，搁有慧文老师伫6月28日的下晡1点半到3点有举办管弦乐的是管弦之间感恩的音乐会，邀请兄弟姊妹做阵来欣赏，免费入场哈。若要参加，伫1楼来登记，安尼会当方便统计人数。第5，会计报告的部分，请大家记目。第6，即嘛家己记目，要欢迎新朋友联谊会团契的消息，当新团契6月14号，台语2个礼拜结束了后，伫教会1楼咧举行例会。主理就是健语知识，主题是心灵健康甲健身，心灵健康与健身。那青少年团契伫6月27日暗时7点举办迎新会，欢迎国小毕业的毕业生甲家长会当来参与。那主日2的部分书包的图案设计比赛已经开始咧投票，大家请来关注伫 FB 的部分咧投票。那暑期儿童营主题是我是媒人小达人，我是媒体小达人。时间是伫7月18至19号，甲即个时间周6至周日，拜6到礼拜上午9点，至下晡的4点，要招生40名，这请厝内面若有小朋友的，也是讲有熟悉的小朋友，拢会当赶紧来报名，只有40个名额好，具体相同的部分那请咱伫灵修时阵来为咱教会集体或者是国际事件来代祷祈祷，毋知有要补充报告无？咱请即时咱来吟买辨诗，对，歹势，要有庆生会，对，庆生会，好，对，这重要庆生会来，请6月份的
寿星们来到台前来，6月份来受青，好在投影片上都有啊。敬礼技术，石娇、嘉贵、玉兰、明祥、锦标长老、新伟、美丽、楚林、学章、惠平、思莹。彩荣喜花语堂啊，幼亲郑明、少斌、冠宇。若有落高的，只要是6月份的寿星哈，咱会当到台前来。6月份的寿星，请到台前来，阮来甲恁祝贺，祝贺生日。来，咱来唱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请牧师来为寿星祝祷。咱参加来祈祷。主必听阮的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6月份同齐庆祝生日的兄弟姊妹。主，阮献感恩的坐伫你面前，同时阮也感谢主你赐福阮每一位寿星伫6月份出世，因伫咧感念因的思念纪念因的老母的辛苦以外，也记得这位创造因生命。互因生命更新的上帝，主，阮也将这个摆列伫阮的祈祷中间。亲爱的天父，对伫属天的祝福，愿你赐福，互阮遮的寿星、遮的兄弟姊妹，身体勇健，灵魂兴盛，高行天路来荣耀你。献上阮的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再次生日快乐！他在，思怡也是。好，感谢主，咱来念尾本诗，尾本诗是新圣诗635首，新圣诗635首，请咱来念诗刷，请咱的东训牧师来为咱祝祷，大家起立。愿咱大家得到天父上帝的疼叹，圣经耶稣对死搁活，踮伫阮中间，赐予阮心神甲身体的勇健。信心上帝大能大力，鼓励咱、催逼咱，世界去传福音、报好消息，引带人日日伫主你所设的路州教会，加添得救的灵魂，侪侪对即时得到永世大无尽。阿门。